成日聽見人講珠海樓市翻咗嚟，好多人搶住買喎。今日直接攞出26年珠海第一季真實成交數據，俾你清楚知道樓市依家到底發生緊咩事。3月份珠海新樓網簽咗2086套，比起2月份嘅556套係大幅上升嘅，睇落真係好熱鬧。但係同比去年嘅3月其實係下跌嘅喎，成個3月網簽嘅均價大約係19,618蚊一個平方，但係比起去年嘅3月份咧，價格係下跌咗4%喎。成個季度嚟睇，珠海新房網簽嘅數量係3637套，同比起2025年第一季度咧係跌咗23.5%嘅喎。直白啲嚟講，所謂嘅小陽春根本唔係大家想象之中咁火嘅。珠海依家樓市嘅主旋律依舊係以價換量。再睇翻各區成交嘅數據，都各有分化。香洲區第一季直接網簽1718套，斷層式第一，多到比起金灣、斗門加埋嘅總數仲要多。除集中網簽嘅都同西區打成平手，連續3個月穩坐榜首。主要成交集中喺十字門、新香洲、南灣。除咗集中網簽，都會4季前幾名嘅係華發琴澳新城378套，華發香山湖1號130套，中海環宇天下114套。香洲需求硬，價格相對穩定。第二名斗門區第一季度674套，主力位置湖心新城，前幾名嘅有裕城花園70套，龍湖天蘭65套，南江柏岸49套，星河湖山春曉都44套。斗門價格親民，均價大約8,500至11,000蚊之間，適合低預算嘅買家入市。第三名高新區網簽580套，除咗變遷工程以外，前幾名嘅就係華發珠海灣78套，唐韻56套，港灣天際49套，杭嘉灣全面以價換量，區域整體都要降價先有成交，競爭好大。第四名金灣區網簽507套，華發金灣府94套，萬科海上城市72套，珠江新城68套。除咗金灣府，其餘基本都要降價先有成交。第五名橫琴網簽158套，前幾名有澳門新街坊38套，橫琴口岸廣場37套， IFC 2期34套。橫琴新樓盤比較少，依家最主要都係靠口岸同澳門嘅客撐住。總括嚟講，珠海3月份嘅熱度只係階段性嘅收復，唔係數量價格同步回升。依家珠海樓市關鍵性嘅變化就係區域深度分化，核心嘅板塊越嚟越搶手，非核心嘅板塊只係靠降價走量。今條視頻講到呢度，如果大家想知道珠海中山樓市嘅最新消息，歡迎關注我哋。